米家书第4章，永远的和平。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圣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，比拢总的山岭较悬。万民拢会约我来归依，万国会来讲：咱来上上主的山，来去雅各的上帝的殿。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互咱通行伊的路。律法会对锡安发出，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。伊会伫万民中施行审判，为远远的强国排解纷争。因会将刀拍做犁头，将枪拍做镰刀。一国袂阁举刀攻击迄国，嘛免阁学战争。逐个人拢坐伫家己的葡萄树骹甲无花果树骹，无人会甲因拍生惊。这是上主万军的统帅亲嘴讲的。虽然万民拢靠家己神明的名生活，毋过愿要奉上主阮的上帝的名行达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以色列人归回本国。上主讲：伫迄日，我要自集骹歹的，召集受放逐的，甲我捌互因受苦的。我要互骹歹的成做所剩的子民，互受放逐的成做强国。上主要伫锡安山做王治理因，对即时到永远。耶路撒冷啊，锡安城的堡垒啊，你做羊群的守望台。早前的主权要阁归互你，王权要恢复互你。你是安怎伫大声哀哭？是因为你无王，大神死了了。你才亲像产妇催存痛苦是无？锡安的子民啊，你会亲像产妇催存痛苦，因为你会离开这个城去住伫野外，去到巴比伦。毋过你会伫遐得到解救。上主要对对敌的手中甲你赎回。现在真侪国家已经联合起来要攻击你，因讲得互锡安受凌辱，咱通亲目看到。毋过因毋知上主的心意，无明白伊的计划。伊已经甲因组织起来，亲像收集麦捆伫五谷场。上主讲：锡安的子民啊，起来论五国，我要互你铁的角、铜的骹蹄，通拍碎列国，将因所抢的物摕来献互我，将因的财物献互普天下的主。